2026年7月23日每日靈修，成為謙卑有用的肢體。620我是主的小指頭。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，並且各自作肢體。哥林多前書12章27節。小故事：有一位美國人，用一位小黑人做奴僕。一天，小黑奴聽到得救了，高唱安穩在耶穌手中。主人對他說：主的手是創造天地的手，非常之大，他的手指縫也是很大。若把你這小黑奴漏掉了怎麼辦？小黑奴回答說：不是的，我就是主的一個手指頭，聯合在他身上，永遠掉不了的。默想：不要小看自己，就算只是一個小指頭，也是身體重要的一部分。在基督裏的，他都不會輕看，他一樣愛惜和重用。禱告：我們在天上的父上帝，感謝你，我們是你奇妙的創造，在你身上做不同的肢體。我們每一個肢體都有可以獻上的恩賜和才幹。而你也看我們是平等的，就算我們是微小的一個部位，也求你幫助我們，善用我們的恩賜，與其他的肢體彼此相愛相顧，彼此配搭扶持，好叫基督的身體得榮耀。我們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